但人个防线是要教看怎移哦做机器啊。那安怎行棋要教你，咱防线是要教看安怎行棋啊。当咧教我。有防线是好啦。哦，啊，你行几点钟的哦？哎哟，行棋啊行久哦。啊，拢渐渐带咧想是咧想啥货啊？想只是要行倒只，啊要安怎行，安尼想动拢紧。啊，炮要拍安怎？搬过钱有食。哦，搬过一日有食哦。对，安尼。啊，咱若安尼军事枪是要安怎用的？军事枪，军事枪都关四角壳内底。啊，关迄四角壳内底。啊，机尾炮要安怎用的？机尾炮，机就一浪见有就射，见有就射。哦。咱安怎跳一步呢？无炮爱跳一步。哦，炮打隔山呐，炮打过山。啊，这搬山。哦，炮打过搬山。啊，军队枪。枪呢？哟。枪对水呢？惊电，惊电啊！哦，惊电去啦吼。哦好。啊，了，枪对枪哦。枪惊电。枪惊电啊！啊，了机了要车哩。啊，要惊日，要惊日。哦，要惊日啊！还送规定的啊。买就爱惊日。迄早的人，现在来了。买就爱惊日，啊机就爱惊电。嘿，啊炮就爱打过搬山。啊，咱上有权力的是枪哦，嘛毋是军啊，嘛上有力的啦，上指挥的统帅啦，上强的啦，帅呢，上有权力的帅呢，上大的。上大的帅呢。啊，就是要攻迄支，要去攻迄支，攻迄水。哦，就是要攻迄水哦。哎呦，竹仔嘞，竹仔是要安怎用？一步一步。竹仔，竹仔，哦竹仔，哦竹仔，一步一步。哦，竹仔上班一步一步。一步一步。啊，敢有迄个会当较紧的？机会当较紧哦。跑嘛会。哦，跑会当较紧哦。过山哩，搬山哩。机会当较紧哦。机上效率上有。哦，机效率上有好。迄兵呢？兵甲竹仔毋是共款呢？兵啊，一边讲兵啊，一边讲竹仔呢。哦，一边讲兵，一边讲兵。迄分开。啊，有一个做宰相的相，啊，有迄个大枪的枪，安尼有啥物差别？迄一边讲号一个即个号枪啊，一边号相吼。哦，宰相的相呢？啊，一个是大枪的枪。对啊，即个做军事枪的枪。军事枪的枪，就是咧讲迄哦。哦。真无简单呢吼。迄送人发明的。较早人，较早发明迄人教人的。才知影有兵卒啦，有机马啦，有炮啦。哦，爱有兵卒啊嘛，爱有机马嘛，爱有炮嘛。啊，马是安怎走的？马就惊日就。哦，马惊日啦。是日啊，就会惊日。哦，马惊日啦，啊机惊电哦。机一浪。哦，机惊一浪啦，啊啥会惊电啊？枪。哦，枪惊电啦，他会拢遐济规则的。哎，枪惊电，机一浪。跑搬山。人有人搞咧，插安尼好。好个设计迄个规则。啊，毋着要会晓伊，毋着爱先背迄个规则啦。机一浪啦。跑过山啦。跑步安尼，哪会当伊啊？枪惊电哦。人咧自己行一项，你知影迄指面怎行，伊安怎行，啊毋知我同伊。安尼枪毋着像大枪啊，无得惊电啊。啊，马咧，啊机一浪了对吗？机就像迄开车嘛，迄直了对吗？啊炮咧拍过山了对吗？啊，乌竹啊一步一步。啊惊日个看袂记啊，啥会惊日个佫袂记啊？啊，这马。哦，马啦，吼，马惊日啦。哦，道理个，嘿嘿。迄水是点带遐哟。水啊，枪。做水呢？水拢点带遐。点带遐。哦，爱保护人甲保护，啊毋通叫人讲伊。遐就甲保护。哦。保护毋通讲伊。差不多拢叫啥会食个较济啊？
嘛拢迄泡哦。这泡鸡尾迄嘛拢会当甲食。哎哟，泡鸡尾拢会去讲着水。鸡尾泡迄拢会当甲。鸡尾泡拢会去讲着水哦。哦，足地学问哦。哦，想惊电可能是像迄枪拢惊伫远面咧，惊想惊电。电就是只无电吼。哦，有，四角鸡啊，甲卫士。伊个只行只夹单夹。哦，夹个哦。夹啊，即嘛一边夹就惊一边夹。哦，夹个惊对夹哦。鸡马惊电，迄嘛毋是啊枪惊电惊对夹个。马惊日。哦，马惊日。马惊日啊，日头个日啊。日头个日哦，马惊日啊。爱惊这单夹啊。哦，马惊日我单夹个，我对角个。一边惊一边。哦，我对角个，对角个。嘿，哎，这上定这个规则个。哎呀，电话咧接啊，有去咧接啊。有啊，伊有入去咧接啊。迄小辉有入去咧接啊。谢谢。哦。那像师傅要讲着呢，师咧创啥话师啦？军事像个师咧创啥话？师咧过迄支军。哦，师咧过迄支军。啊，着水啊，才会滚。我啦，输就是咧过去滚啊。哪有滚迄字呢啊？无呢，要看迄个机子，就要看滚迄字。啊，这。水以后。哦。水以后。哎。迄个滚。哦，迄字就读做滚哦。我看迄字就写水，才会讲滚啊。哦，王先生啊，哦，严厉大王，哦，严厉大王哦，严厉老师啊，哦，正文等的哦，专家。哦，哎，有这红色甲白色啦。王先生爱会晓惊记了。哦，迄个够老专家。哦，要讲一个规则。国粹麻将是迄郑和下西洋迄内底一个士兵发明。啊，那我真当知影，无我拢唔知。原来麻将是郑和下西洋的士兵啊。迄个红色的，讲纸盒按这纸盒按这。哎，这较早毋是这个机器啦，伊较早毋知是用迄个茶客啊。哦，茶客做六千的啦。对，啊，就尊敬即个一寡士兵无聊啊，无聊就发明一寡迄个，哦，黄色的。哎，他家带黄饼饼啊？他本来就伊啊。这个加工具啦。哎哟，甲二姐个全个拢规个关起啊！哈哟，真正呀！那变安尼啦，定都拢安尼咧。哦，再前啊，为了这个切这个吼，拢定咧唔对哟。我定咧字哦，咱拢会字唔对去啦。啊，为着要开这支啊，结果全部拢关开。啊！再主任，你看，安怎开？我拢就讲要规房间迄支啊，叫哪用字？伊全部拢关开。啊！我电脑让你。迄就毋知安怎设计噻？设计安尼，咱拢一定会摕开字的嘛。啊，摕开字，咱全部拢关开。哎呀！全险，我敢若为着要开间的电风啊，就干死，啊，这拢是袂倒啊，结果含外口拢共关开。啊，要开迄间内底，开内底迄个台尔安尼，变成我全部拢关开。安怎设计安尼？这真正毋知安怎设计的。设计安尼。哦，哎呀，我乱按了，结果又按对了呢。啊，毋过灶脚下底无咧走，灶脚下底无咧走啦。灶脚下要二地，灶脚下毋知要二地，哪会线？哦，咱就足强呢，线足强呢。哦，线较足强，毋知要怎用来线较足强。一束个款啊。唔知安怎用的。无啦，这后边迄二支迄是
字哦，几啊字啦，后边迄无字。等者他把它搞倒过来。后边迄两字，无人嘛，啊，这毋是啊，伫遮咧坐，甲这讲下。无人啊，这伫遐咧坐，爱开啦。啊，毋知要去坐偌久诶。无啦，买起来。哦，爱这样冇错。好，啊，就单字迄个叫方块按钮就好啦。好啦。啊，唔捌啦。哎呀，这才变2分啦，这2分遥控器啊。安尼去去人摕着问题，叫遥控器。哦，你讲摕这会定定安尼。哎，啊，字你个关起来。对呀。有赛过去啊，因为去楼上休息啊吼，要不需要开那个。哎呀，这唔系直接起来啊，这样。奇怪啊，是因内底本来就2分，因内底本来就2分。奇怪，因内底2分啊，安尼迄内底2分，我甲看人拢有诶。啊，无吹风就真热啊！自然风迄个。要放到2分。无啦，无要遮惊2点要知影一罐好啦。谢谢啊吼，啊摆啊一定摆安尼呢，这规矩一定要摆安尼呢。就想惊这种虚线，这虚线这。哦。啊有伊个每一个机器拢伊一定的路线。有规则，游戏规则。机马跑。我那。平啊，都一直前进。平啊。你做什么？我有看安尼，我有看到这讲变做棍啦，啊，就水讲做棍啦，棍树枪，伊要像那棍袂使结棍啊，我红剑红死记啊。红剑红死记啊。比如讲中间我都安尼红红剑红死记。红剑红啊袂使吼。红剑红死记。啊跑你就搬山嘛，搬山啦。这安尼可以。安那样。安尼可以这样。这样搬。啊，你比如我要食这，我行去这，我行去实现。行去实现。安尼我就可以。哎呦，竟然是安尼啦。这种还分的。这机就是拢直龙，安尼直龙。机直龙吼，机直龙啦，机是直龙的啦。啥物直龙会食？伊逐项拢会食一。安那会啊？机逐项拢会食一个，遮厉害啦吼。马是行迄个日志。马爱行日志啦。这不是一个日志。哎呦，这日志伊哪会当行？这就日志。对日志。对角。日志。日志是对角。这个日。一个日。日按对角。但是这是有哪日，我要食这支饼，安尼叫做鸡尾卡。安尼鸡尾卡。我来记着。安尼叫鸡尾卡。安尼袂使。安尼袂使哦。哟，你加条嘛？加条。你这个泡先加条。所以我泡我就洗。原来我食这个。身边袂使有啊。袂使，要鸡尾卡。身边袂使。这就日志嘛。这就是日志。我嘛会走呢。奇怪，竟然会当走啊！我嘛说个甲食这支。哎呀，这样就日志，你若是真有日志的，大家这支尾就会食。哎呀，这日志的所以这个尾是关键日志。哎呀，关键日志。关键。哎呀，唱的不一样。田字。这个田有啊？有啊，这田。新田的田。我袂当走来遮。哎呦，田啊，袂当走来遮。哎呀，我走来遮。我走来遮。我走来呀。田。哎呀，田。但是这对角。几百要来呢？无来。田啊，对啊。几百要来啊？有无看到对。哎，但是啥物会当过迄边，啥物战争？鸡马炮兵。鸡马炮兵。军事枪不可以。军事枪就是孤防守伊家己的国土领土。伊拢伫遮咧防，咧即个两个苏啊两个桥，就是咧防守。攻去用元帅去用杀头啊，杀掉嘛。你国家大陆出去战争啊，你有啥物搞这个啊？
输枪，所以军事枪是在里面自己里面走。有，啊，迄边共款这个道理，哦啊，这个机马炮兵出去，啊，这种枪就是惊电吼，啊，来输要惊怎？输就是惊一安尼尔，伊个范围较小，这个是就是，伊这是毋是拍车啊？拍车啊？安尼一步我毋是叫你，毋是安尼咧？啊拍车啊，要安怎讲？迄个规则要安怎讲啊？啊，就安尼尔，惊这个一步惊一步，惊伊个这个输啊，惊一步。啊拍车啊，敢若即只会使拍车尔呢？这尔，敢若会使写拍车尔？哎哟，有个对哩。输敢若是安尼，滚伊嘛是惊这四周的，滚两个是这四周的，啊，就遐对哩。滚袂使走济啊，滚走济多无，一道叫开死啊！拢有个道理，对哩。哎，拢有咧游戏规则。对，就是咧过去滚了你的，表示你输啦。啊，那滚了叫厉害就输去啊！哎哟，这一个过程安尼尔啦。哎呀，啊输甲2分嘞哦，输2行。所以伊若要来这的时阵，你输，你若讲伊来这要甲你滚啊，啊，你输甲。哦，啊，伊在动哦。有足侪机咧甲保护的，这个滚足侪机咧甲保护的，嘿啦。滚是啥？无啊，甲伊老虎平拜托一下。哎呦，咁要甲伊拜托，安尼好，足感恩啦吼！原理专家哦，王先生，啊，网络搜寻王富平先生，哦，做上万文旦伊个专家，原理专家，哦。